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優仔工房嘅時間啦。今晚星期六嘅晚上，同大家傾傾英超，阿仙奴對紐卡素嘅英超賽事。咁啊，大家知道曼城由於周中嗰場補賽贏波，而家阿仙奴咧係由榜首而家係暫時排喺第二位啊，曼城係第一位。咁啊，大家個情況就係相同分數，得失球差都一樣，不過入波就曼城多啲。阿仙奴當然啦，都知道嚟緊周中歐聯4強首回合作客對住馬體會，但係睇翻而家嚟到最後嘅5場英超賽事，呢一場波對紐卡素啦主場，跟住對富咸、韋斯咸、搬尼、水晶宮，其實個目標應該幾清晰嘅。雖然有歐聯嘅後顧，但係我覺得佢嘅重心都會擺喺英超先，跟住兼顧歐聯嘅賽事。咁我都有嚟相信咧，薩卡同埋天伯都有機會真係得嘅話，會出翻嚟踢，一路咁樣殺落去。我覺得阿仙奴係會贏得嚟，亦都唔會話周中歐聯後顧嗰啲，即係後顧之後先算啦。呢一場波場場都要砌，要贏波之餘，希望能夠入多啲波，同咧就曼城嗰邊咧就爭嗰個贏波嘅同時爭呢個得失球差。呢個係小弟今晚呢一場大戰嘅睇法。最後提供阿仙奴主場能夠贏紐卡素，我預計阿仙奴能夠贏到2球或以上。我覺得佢哋會係一場好嘅比賽，同埋會入到波。咁啊，事實上阿仙奴即係上個禮拜輸俾曼城啦，咁佢哋輸之前其實都有唔少機會，又唔係話打得太差㗎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傾咗咁多先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安播體育傳媒同埋小弟嘅優質功課，下次見，拜拜。